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温铁军。为什么聊温铁军呢？我实际上很少看温铁军的这个作品，但是经常刷抖音的时候也会刷到他的切片，所以对他的一些观点就是略知一二，而且很有可能也是片面的。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篇文章，这个作者叫欲说还休，这个 UP 主我也经常看他节目他这个文章标题叫留着小辫子的理想主义，温铁军炒旧饭，农村合作化实验仍旧炒糊了。我看了一下他还比较系统的介绍了一下温铁军，所以这个文章有助于咱们了解这位专家。咱们以前经常偶尔也评论一下是吧？直播的时候或者节目里面，当时我呢也说过就是我只对这个加头老师还有胡锡进老师这个进行评论点评。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们相对来说关注的比较多，了解的也稍微多一些，所以才能去对吧？这个稍微客观一点评价人家。那对于温铁军教授呢，实际上了解不多，所以我其实评价也比较少就是评价也不是特别深入的。所以今天正好咱们借着这个文章看一看，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温铁军教授，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这文章说他说温铁军教授也算是互联网时代一个网红式人物，而三农问题专家的名号才是其声名在外的主要推手。网友们经常说三农专家，如果不做特别说明的话，一般的就是特指温教授这个想必已经约定成俗了。这个 UP 主他也这么认为叫三农问题专家。他说如今在网上常能看到温铁军教授与另一位网红专家卢林元，这个一般的网友亲切地称为卢教授，或者叫香港卢教授一般特指这个面对面谈话节目。这个大家恐怕在视频也看过，就是这个两位忧国忧民的专家这个两个人的访谈，那简直是感觉到了高潮，是不是？说面对面谈话节目，从中也不难发现，说温教授与卢专家却有一个最大的共通之处，他说那就是在他们二人身上都有一种天然难弃的怀旧观念。比如二人均对资本不太感冒，而温教授特别对曾经一统我们天下的农村合作社情有独钟。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经常刷那个切片那个温教授言必称金融资本，对吧？现在当下这些问题都是金融资本导致的，大概是这意思那卢教授的观点更雷人了，对不对？这一切都是美帝40年前挖的坑，我想这个大家恐怕记得吧？一切责任在美帝在这一方面温教授倒没有那么极端，说一切责任在美帝。这个温教授作为农业专家，他曾经说过朝鲜的问题，朝鲜现在饿肚子是因为他叫农业机械化太早了，导致朝鲜没有人会种地，等到朝鲜没有汽油柴油的时候，他的农业机械失去了作用，结果有没有人会种地所以就饿肚子，大概这意思确实这个观点有点雷人文章说他说事实上温教授农村合作社的概念却并非是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农村商业经济合作体，而是更趋向于希望在新时代的环境下重新证明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公社仍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行得通。这就不由令人想到，在10余年前的2003年，温教授曾推动一场引发高度关注的农村合作化实验，而那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包产到户被实行20余年以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2003年包产到户都已经实行20年了，温教授试图开倒车用他的实验证明农村公社行得通。温铁军带领其大学团队成员在河北的翟城村推动农民成立合作社，尝试将包产到户后分散的农户再次集体化组织起来，组建了由134户农民参加的合作社。这不就是开倒车吗？他认为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不能成功，不代表20年以后21世纪这一套还不行，是吧？当时是物质条件限制了，那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应该是可以实行这个农村合作化。这个温教授在他的合作化实验中，包括了尝试进行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销，且美其名曰以此降低生产成本并保证质量云云。首先，温铁军教授这一试验也并非毫无正面意义，就是
就是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但仍不得不说啊，这种颇有点回归老路的计划经济实验，仍然再次遇到这一模式固有的缺陷之痛，比如像农户的积极性问题、劳动与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翟城村合作社在统购统销等具体运营中还遇到了监督和管理上的困难、劳动工分制与当代农民产权意识的冲突问题等等。其实说白了，温铁军教授啊，或是以为有了当代经济发展的更好条件下，或许其所中意的计划经济观念可以因此得以更好的实行。也就是他认为当年计划经济不行，那是因为当时条件限制，物质水平跟不上，生产力跟不上。好，现在生产力发展了，是不是就可以搞计划经济了呢？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文章说啊，他说但事实上，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对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之缺点的论述，以及我们自身的历史选择中所做的实践本身，再加上温教授此次声势不小的所谓合作化实验，都再次证明这条老路仍然是此路不通。这个或许啊，就是温铁军教授的这个农村合作社这个试验的意义，也就是警示意义，也就是再一次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就叫翟村经验了。翟村经验就说明了啊，即便在现在，你农业搞集体还是只有失败一条路。经过总结啊，说这次实验失败的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个呢，说温教授被人评论为思想是方向谱案左打，似乎不无道理。说但是温教授却过于思想守旧，其骨子里认为当年的完全计划经济的模式仍是正确之路，仍是理想之路，但在逻辑上与现实实践中都再次证明其梦回的老路仍是一条断头路。其二，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显然用脚再次投票，选择了弃温教授的合作化之路而去，除非温教授能有像华西村、南街村当年那样具备一些条件，尤其是较好的集体资源、当地政府大力倾斜的资源等，才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做出成绩，以此吸引农民安于利益分红，所谓的公有制之集体经济模式。但实践证明啊，这个华西村已经 over 了，下线了啊。南街村呢，恐怕现在也是在艰难的转型之中吧，至少它原有的那个路啊，已经走不通了。但如果华西村和南街村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不是全国现在早已成熟的大市场经济环境，显然这两大标杆村也不可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啊，无论是华西村或南街村的模式，其实根本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完全计划经济模式，而只能说是依附于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生存的个别化特殊性的实验罢了。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也就是说华西村吧，我们不要说南街村了，因为南街村现在还在艰难叫什么转型嘛，少说他两句了。咱们还说华西村。华西村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区间里面，然后集中优势资源。那比如说江苏的那个江阴市，对吧？那华西村是江阴市的嘛？那江阴市，对吧？搞着这么一块实验田，它集中整个江阴市这个优势资源，就集中来扶持这个华西村，打造这么一个样板间。一旦这个华西村做大了，华西村它就像个怎么说呢？就因为它这一套啊，在那个江阴那个范围之内还能玩得下去。一旦它做大，规模再扩大，靠江阴一个地方支持就不行了，因为江阴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那就需要集江苏省之力，来拿江苏省的所有全省的资源来支持这个华西村，它才能做得更大。当华西村做得更大的时候，要走向全国的时候，那你要举全国之力支持它，显然这个就不通了，对吧？你连让江苏省举全省之力支持它都不行，都通不过，你就不要说举全国之力支持华西村。所以它一旦走向市场，走出江阴，就没人能帮它了，依然是在市场经济下接受洗礼。最后啊，我的印象中好像是有400多亿的窟窿吧，需要当地政府去堵啊，去填补这个窟窿。我们村虽然很穷一般，但是集我们全村之力啊，让村长家富起来也应该可以。但是那个富也只能在邻村，对吧？比起来显得富一点。但是你要跟在全省范围内比，你说他最富，那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村的资源有限。
华西村如今已经走向没落，南街村也传出欠银行数亿元资金等。结果上来看，他们其实也如温教授的实验一样，基本上可以断言，并未真正成功。也就是说啊，他们证明不了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时代下的可复活性。文章说啊，他说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作用，而是说啊，当年完全计划经济的模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的逻辑上，特别是在全球过往历史的现实实践中，以及现在温铁军们的实验上，都一次次表明了其缺陷无法弥合性，更是再次反向证明了我们伟大改革开放之正确性。他说第三个啊，他说不过对于温铁军等人方向盘左打的思想，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启迪性，其追求的平均主义理想，也是自古以来人类追求公平平等思想的一种折射。只是温教授所持的理想主义，乃与当年的大公社式的吃大锅饭脉络相通，或许在人性基因无甚巨大改变之下，或是人类社会的物质丰富程度未达至极高之时啊，或者人的思想没法达到完全无私的高度下，温教授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难以成为真正触手可及的理想追求，乌托邦式的吧。所以这种隐含在合作化之下的方向盘左打之小辫子，似乎有点像当年清朝灭亡时，有些遗老遗少们不愿割掉脑后的小辫子，看似是对过往时光一种固守与留念，但是新的时代已经不可逆的到来，并一路奔向未来的远方。而如今我们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是与改革开放之路下的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类似于温铁军教授这样的脑后小辫子，仍在一些人的心中向后飘扬，依然沉浸于过往时光的虚妄怀旧中，且号称头顶着为国为民高尚道德帽子，似乎颇有点可爱可敬的理想主义味道。但事实上和本质上，如果是妄想拖住历史与人民的后腿，重回这一被证明痼疾难治的老路上去，则显然最终被历史抛弃的固执堆里，温教授或许就会有一席之地了。这个文章啊，就是谈了一下这个温教授啊，他曾经在2003年搞过农村合作化实验，也就是说温教授啊，他还真不是嘴把式，人家真实验过，但是失败了。既然失败了，温教授为什么还是一直在坚持呢？我介绍这篇文章啊，实际上是像很多啊这种温教授的粉丝啊，还有这个他们的拥趸，因为山东专家的这些理论啊，他这个观点呢，特别的迷惑别人。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啊，就是山东专家还有卢教授，甚至加德老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得对现象啊，当下的困难，当下的这些人的焦虑，大家的不满，对吧？以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他们都看到了，而且他们都说出来了，头头是道。也就是他说出当下的这些困难的时候，说的是比较客观的，所以他有大量的粉丝，大量的拥趸。这就像很多的吧，其他的这个一些经常持批评这种态度的啊，比如说张维迎呐、徐小年啊，对吧？等等这些人，往往被打成公知，对吧？美的的代言人、大侄子。就是大家看到的现象都是同一个现象，都说现在的问题，但是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开出的药方那是南辕北辙，对吧？南辕北辙啊，那就是大相径庭。当下有什么问题啊，对吧？牛马不易，当下有很多不公，对吧？比如说这个退休的这个退休金比他上班的时候还多，退休的退休金比现在很多在职的工资还高，对吧？有的比他自己上班的时候工资还高，这个最近网上都有很多报道，对吧？农民很多地方一个月只有140，很多农民工，对吧？好不容易进城了，在城里面工地搬砖养活一家，现在没地方搬砖，又回家了。农村里面这个人口在减少，空心化、老龄化，对吧？这些问题大家看到的都一样，开出来药方，加特老师跟那个山东专家，那就是要回到过去，农村合作社走集体。卢教授呢，观点就是加强控制，
总之啊，就是反市场化。我记得前几天对吧，介绍了徐小年的一个文章对吧？这个亚当·斯密还有凯恩斯主义。徐小年的观点就是当下啊，凯恩斯主义这个行不通了，还得这个采用这个亚当·斯密啊，也就是市场来配置资源，那个有形的大手啊，最好要约束一下。所以你看啊，这个徐小年他的观点和那个山东专家那肯定是完全反着来的。而我们很多网友啊，他只要听到啊这个山东专家加德老师说分析当下现象，只要说准了，引起共鸣，引起共振，然后他就会对他无条件信任，然后他开出的药方那就照单全收。就像看病对吧？你跑到医院看病，然后呢医生说你现在高烧38度，你是不是挺难受的？是不是口干舌燥啊？是不是这个睡不着啊？是不是这样那样？你说症状说的真对，真准。好，这个时候大夫随便开什么药你就吃。很多人拥护山东专家的啊，都是拥护他说的那些症状，然后潜移默化就接受了他的那些药方。而山东专家的药方是什么呢？那就是重新建设农村啊，大家都回到农村去。好像建设农村就是一句话，完全是反市场的，对不对？市场化什么意思啊？你要建设这个农村，你要投入就要讲投产比，就要讲收益，就要讲谁投资谁负责，对吧？谁投资赔了，那你就破产了；赚了，那你就发了。这是市场经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愿意去投资呢？那一定是有利可图人才去啊。但是他所说的投资啊，那是靠国家计划经济，每个村都要建，每个村建个学校。几个村建个初中，一个镇上建几个高中，他还回到那个时代，你知道吗？现在一个村常年居住的也恐怕就几十口人了，你建个小学，谁在那上呢？他说是因为啊，本来应该在农村待的人被你们忽悠到城市去了，所以他要叫逆城镇化啊。为什么到城市去呢？那就是金融资本，因为他在城市盖了那么多房子，需要你去买呀。这么一说，好多人对吧？这个受房地产所伤的很多人就觉得对，这温老说的对，山东专家说太对了，万恶的资本，对吧？就是想让我们进城当接盘侠。你看看啊，他就把矛盾对吧？他一转移，借着大家对房地产不满，房价太高，对吧？这个很有迷惑性啊，这叫移花接木啊，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好，他的意思，那你们都回到农村，问题是回到农村，你打算让他怎么养活自己呢？农村啊，反正就那么多地。你是搞机械化，还是搞什么农场，还是搞合作社？反正你也只能养活那么几个人。你要想让每个人，对吧，一个月有个3000、5000的收入，你靠种地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对吧？我们人均啊只有1亩地，你那1亩地上种什么？准备让大家一个月能有5000的收入啊？好，教授又说了，我们在农村要搞养殖、种植，搞那个什么，搞工厂，搞特色农业。你要搞工厂，那不就是工业了吗？那不就是对吧？那你搞工厂不就是把农民进城了吗？你那农村什么都有，对不对？又有工厂，又有医院啊，又有种植，又有观光，你那还能叫农村了吗？你那实际上就是城镇呢。那你何必要耍这个叫什么文字游戏呢？那你本来是把人集中到城市，对吧？这样便于提供这个公共服务啊。对吧？服务成本较低一点，人口聚集起来，对吧？产生更多的需求。你现在摊大饼，本来应该在城市里摊的，你现在全国各地每个小村庄就摊大饼，每个小村庄的建成城镇，不就这意思吗？那你说你要投多少钱呢？有那个实力吗？而且投下去之后，你每个村庄的搞个厂，搞什么厂呢？把富士康搬过去，对吧？苹果生产线在那生产，那你不就是城市了吗？所以你看啊，很多这个。就是山东专家的粉丝啊，他也不仔细想一想，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就按他这个路子搞下去，不就是要就像本来是我们现在走的是直线，他非要走那个曲线，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他非要走曲线，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因为你太分散，导致什么呢？导致没有规模效应，导致成本升高，对吧？导致你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你每个村自己干的那个企业都得黄。这个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的，对吧？叫村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办了多少啊？办成的有几个啊？上世纪80年代最火的就是乡镇企业啊。现在的趋势啊，实际上是让这个很多就是农村在萎缩、在收缩，很多村庄，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是30个还是几十个自然村消失。每天啊，这个不是这个危言耸听，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全国每天有30个自然村庄就没有了，就没人了。那现在呢，就是说让很多这个欠发达地区这些村庄啊，让它自然的消亡，不准再去新建设，这样消亡之后呢没有了。有的地方确实时间长，那想办法把它搬出来，搬到那个镇上去，移民建镇呢。
也就是这样的话，以后散落在各个小山窝窝里面、大山深处的或者交通不便的地方，那些村庄自然就没有了。大家都搬到镇边上去住，镇上，这是个趋势，对吧？你不能每个小山窝里面就一户人家，那你怎么为他服务啊？你电线还得拉过去啊，自来水还得给他通过去，你取个快递、拿个快递都不方便啊。你看现代社会没有快递什么意思啊？这个社会如果你手机没有信号，你怎么弄啊？对吧？宽带到不了你家，那你说这个家还好得了吗？他就永远叫贫穷落后。但是为了你们这么一户在那儿的整个基站，对吧？为了你这一户光纤的拉到你家，你知道这成本有多少吗？对吧？或者为那么2、3户，所以说把他们搬走，搬到镇上去，对吧？这个是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就必须这么干，也就是让更多的村庄消失，自然消失。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县城有的县就是欠发达地区它在农村盖房子，现在有严格要求，除非你那房子不能住人危房，要给它修缮一下才批。如果你要盖的话，现在很多地方不让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就剩你这么几户了，等着你们这个都搬走，这村子就没了。这是个趋势但是山东专家的趋势是反过来的，这些村庄要保留，要让那年轻人回来。我在这里没有任何评价这个山东专家人品的问题，对吧？只是他的主张有很多迷惑性，他跟加藤老师不一样，对吧？加藤老师主张集体化，走集体是为了他上下其手，对吧？把大家的钱都集中到那个大头那儿，然后交给他管理。我们说的通俗的就这意思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上下其手事实也是这样的，你看他自己该交的税他都不交，对吧？应该交给大头他都不交，他忽悠他的粉丝，对吧？支持走集体，走集体说白了就是给他做牛做马。这个是对吧？已经被证明了被铁拳证明了，那这就叫坏，这叫坏，对吧？他连该交给大头的他都不交，他忽悠他的粉丝，忽悠对吧？他的拥趸要走集体都交给大头。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山东专家那只是说这个大家路线不同，对吧？他那个路线那是要命的，只是用学术争论。那跟加藤老师呢那不一样了，那加藤老师那就是坏，属于欺骗和诈骗。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好像最近山东专家卢教授这些人好像声音小多了，是不是这个风向有些变化？这个各自大家自己去体会。这些极左的大喇叭好像不怎么响了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